后来，这个太鲁国河发生着重大的事故，不少政治人物甲艺人拢来捐款。有一个有1万外的买墙的网络明星，叫做吴正涵。伊伫这个个人的 IG 打一张的手机，讲伊捐150万，予财团法人台湾关爱基金会，爱大家做伙为罹难者的家属来祈祷。但是煞互发现讲，这个捐款单是假的，是用旧图来篡改的，而且伊佫自称家己是星宇航空的空服员，这同款是造假嘛是假的。这个一件一件的白菜话要安怎处理的？伊的爸母是被出面道歉悔失的。我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伫老爸老母的陪伴来悔失的，网红吴正涵为伊的行为搁一摆认错。但是我就是做错了，用错误的方式去做。代志是伊伫 IG 抛150万，予台湾关爱基金会的捐款收据，爱大家做伙替罹难家属祈福，随互网友发现根本是黑白改的。伊阁自称是星宇航空的空服人员，自查嘛是假的。两个受牵连的单位拢无排除要行法律途径。我儿子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当，而且绝对不被允许的这个行为。这位是透过面册公布要捐10万块予太鲁过河事件的受灾者。现在至少可以这样赚。伊是7年前高雄起爆的重伤者施彦祥，当时超过60%的烧烫伤，正腿切掉，双手嘛拢变形，即马阁咧继续打拼复健。真感谢一路以来真侪人甲斗相共。对，那像现在可能自己有一点谋生的能力，那我就觉得说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有赚的钱，就拿来回馈给这个社会。家己捌受过爱心善款的帮助，即马有能力，希望会使用行动来停这摆重大事故的受难者。